去到位，咱去讲空间，这几个定点，咱们爱咱今仔来是要鼓励参考，是咱要鼓励来平山的，是咱要鼓励导游的，咱要去正差的点的，咱就要卖讲。咱小小在写文字，高前一前这一层好给给他努力。咱的主旨那里，咱勇敢破裂的，跟咱勇敢的，既然他给你了，给你自己给他看完了，所以要有情理就是说不给你点那一个总代表了一个关键，咱只要有建才有力量。所以，不是不要说点去哪好，点哪去哪好，咱们说什么建设很多其实也要给他一些正面的能量向你们讲，刚才讲做精神，所以咱就给他安全。因为去到人家咱就话哇，手机在用钱啊，对不对？来手机他人说手机公家二手的，现在人家也不说当公务做，看有啥外管还是安怎还问题？因为操作的问题嘛，咱个手上还是紧张的，所以这方面不是讲咱马上其他，咱现在几个例子呢，上的咱那差是没有咱以前是这样，你等下教你差不多比方说学习。比方说这个我们让他们去解决，这是空间啊正确的理念那以导览空间的时间，爱广告，导览，是用说，是帮助的。这咱们做分享的是大家公开分享的咱来公检。当然讲了，有些的话，都变成咱的观念好像跟外国有咱多个联系，所以咱来讲这个，在讲这个我就讲到唔是嘅，在讲这个一定要做出不一样。所以可能唔是讲你嘅时间来做，讲你人去做啊嚟做，你做就做。叫做手机代替，这个是实际上嘛，就是给他什么功课，咱就是在要求让他去做。所以，是这个工业型人家，处处感受，大概一天重视，咱下当选都重视。你无去引导众生，你要让他去选都重视。所以，咱爱把咱的提倡。尽量让他自己来经常来去掌控，所以前几位之后都到八岁之后，或许花了很多遍，继续当时的准备，透过下集研究，所以我结果天天注意，天天考虑，但练习在后时太难了。所以我要靠上，我们讲中出来，鼓励公司让他在意啊，在能的跟出来，我们基础的。当我们去到一个公司买家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公司要的，当时我一直拿下去，我在我们的前提说，公家哪这个，我做完那怎样走，这个应该是。不打麻将，这边讲的都是模仿搞的东西，等公大概设定一个目标，那边我要搞什么？至少要让他们先让他怕说，慢慢在这里，大家高的时候，心情能够抬高。我们这样很铁的一个给上一场所以，我刚刚一定不能加一点所以不能特要按其他开心开心。
当时啊，就上这个，先去了解，了解的事情了后，另咱讨论。啊，这是咱们就去讲这个，再来再做做。你做着机会，你也开启道路去。所以，我爱你就是道路，就拢莫像咱全部讲讲。咱爱去做着机会，是当机会来做。所以机会是人碰到，有当时来讲，我人我做啊，我到底我做啊，我头我无去做啦。咱是这个观念，上天做东西。所以，我爱去做着机会，就是讲啊，去台面行咧啊，是讲哦，去这个物件，啊是讲去菜市啊，哦，咱做的。做一个哦，看起来较正常，看起来较正式，咱是个健康。除了已经做到了，除了已经那个微了，那无咱个做，拢唔做。所以这嘛是正常的，是呢。啊，再讲哦，这咱来做咱去正确。来，咱来把握机会。用开口，咱靠这个，咱靠这个来练主讲的。啊，我咱这个歌咏要他来讲的，所以咱吼练主讲节律。啊，这个语言咱来真是慢慢学，因为咱有个逻辑，啊，你说讲啊是唔知，也不新鲜，啊，你咧讲好。啊，同伴说，咱就前面讲，啊，无你也有去规划一个，即上就是有传统嘛。啊，咱知影这个事情吼，有当时啊是阮中央好个，了解到嘛走落路，到了好落路，所以我看有三面的路，较无路。啊来，咱看，拍电脑，安尼会，我就拍电视，拍电视吼，咱就手机是好的。啊，算了，我会讲旁边。伊甲我讲，啊，你即要甲我借来呢？讲嘿，啊，我等你去过。当我爱遮规间个条，我就红绿灯呀。哦，时阵大哦，有够大啊！我一山我都看袂了。来，伊讲摕咧讲啊，伊个是菜大啊。伊甲我讲哦，啊，你若叫我讲，你哪有要来？你好就好大啊！我去公车公司到了后，啊，我等下就去恁遐，啊，我讲哦，进来，我你来做，我对伊呢是对人啊，我唔过我袂晓讲，啊，你要来无？我讲一定来，所以，你这位置，车就轮转，等下轮转呢，好着，啊，所以就你但是人啊，你已经讲对伊处理10几年。啊，但是伊是这个，这是修正然后，本来咱是讲是咱去咱遐地方新疆的，北航来然后其他是，结果伊太太吼，咱拍电吼，但是咱这个手机，讲人了其他是先生上，我要看那个，因为伊太太都会喜欢在那个，所以，啊，人家是咱们讲是必须都是花钱。所以我有当时爱把，因为咱是年换，那你要。